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sa。顶一集 Lisa 带大家去台北食，唔知影大家敢有介意？这一集呢，咱为台北转来到珠河关 ，Lisa 要继续带大家伫珠河关佚佗。本来阮是按算要先去进前去过迄间伫无对外开放的市场内的餐厅食海鲜冻，因为真正俗搁好食。即摆因为有顶摆的经验，所以9点外，我甲阮小妹就先冲过去签名排队。阮到的时阵是一个人拢无，毋过纸顶馆已经有20几组人伫排队啊，毋知影因是用啥物法术遐早就来签名。所以阮转去甲阿母讨论一下，决定要去包顿来食。结果包顿的食嘛是爱照纸顶的签名来排队，因为因遮拢现捞啊，卖了就无啊，所以为着公平，包顿去食嘛是爱照排啦。听到这，阮就放弃去找别个所在食饭啊。即摆找到的餐厅是伫即摆阮要去的所在的路上的 Family Restaurant Hirose Sushi Masashi。这间餐厅伫塔北路区顶馆有3.58列车哦，阮是开车来的。不过伊的正对面就有一个 JR 的八小松站，所以要来吃应该是袂困难啦。这是因的菜单，因遮基本上就是3种特餐尔：沙西米特餐、煮鱼仔特餐、烘鱼仔特餐。青的、煮的、烘的，阮即摆4个人点的拢是沙西米特餐。恁看这有够青草的，竟然阁有1码呢，而且1点仔拢无贵，真正是去捡到宝啊！甲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炊卵有够好食的，内底料有够多，而且足特别的是，伊这炊卵是冷的。我头一摆食到冷的炊卵，而且阁遮好食着啦。伊这炊卵甲1码应该就是伊菜单顶管写的一品。沙西米特餐有2种一品，菜单顶管是讲迄主菜的鱼仔类，甲一品是厨子来决定的。应该就是因今仔日有啥物鱼仔，有啥物材料，就做啥物鱼仔甲一品。所以炊卵甲1码无一定逐工有哦。若是大家去的时阵无炊卵甲1码，莫走来问我讲是安怎无哦。顺续讲一下，阮边仔倒叫的煮鱼仔甲烘鱼仔看起来嘛袂歹食，真可惜阮无叫。大家若是有机会来，会当试看卖哦。饭食了就开车去阮今仔日要去的水杉树荫路，这是高岛市上有名的景点之一。伫这条路的两边有种500丛水杉，不管是啥物时阵来，拢会当看到足水的风景。春天到热天会当看到一排青色的树啊，秋天就会变做红色的，到冬天落雪就会变白色的啊。大家会当把车停伫这个免费的停车场木叶 Pit Lane 停车场，若坐公车来嘛，差不多是伫这个所在附近落车。这个所在伊就伫咧这条水杉树荫路的 Starlight 遐，所以车停好就会当行出来翕相啊。这条路是真正有车在行的，所以大家翕相嘛是爱注意安全，千万唔通妨碍交通。开车来的人嘛唔通亲像这几台车安尼乌白停车哦。这个木叶 Pit Lane 遮嘛有真侪物件，伊遮有果子园，四季拢会当来遮买果子。亲像阮来的时阵，就是栗子的季节，来遮会当捡栗子，嘛有番薯通好学哦。其他季节嘛有葡萄、南芋、樱桃哦。除了会当买果子以外，遮内底阁有一间物产店，内底有卖真侪在地农民所生产的农产品。遮嘛有餐厅通好食饭，另外遮嘛有骑马仔的体验哦。若是大家有兴趣，会当来行行的。最后，咱来到这个静冈地区上古老的神社——白手神社。这个白手神社嘛是全日本300几个白手神社的总本社，内底主要服侍的是代表长岁寿的神明。另外，这嘛会当求结缘、囡仔、事业、开运等等的代志哦。
这内底有真侪石牌，顶悬有刻着日本一寡文学大师的诗句，亲像伫石山诗迄集有讲到的原始木屐的作者紫式部，甲白骨大师松尾芭蕉等等人的诗句，因拢捌来过这，欣赏过这美丽的风景，来留下这的诗句。后来的人甲这的诗句拢刻做石牌，放伫咧新社湾区内底无同的所在。参拜煞了后，会当来看这上有名的翕相景点乌中鸟居，另外嘛会当到因的事务所去求日手哦。好，以上这几个所在拢伫咧附近，会当安排做一天的行程，互大家参考一下。我是 Lisa， 咱后一个节目再会。